乡亲好，欢迎大家收看市民台会。我哋下呢系到了抢悠悠嘅茉莉花天，茉莉花呢，呢行业有人做系香片花，挑讲呢台湾东好另一个香片花。呢啲么种花嘅花坛香系全国种植面积最大哦。讲紧最后嘅时间呢，到民国52年又到200公顷安岛，不过呢下呢是寸到满5古日，是寸到20公顷。呢下呢个花坛香上围绕呢个茉莉花产业个冲新大起来，农民用个做就系专心做乌土。水面台会今日来到咧种花嘅农业采体，为筹到相关嘅部门还有农民，强烈探讨，基调上嘅专心用个做，你也多多嘅贷款金了嘅满数咧安多嘅情况下，有用个突破，做出发展了嘅休闲农业咯。一日下两批去到开会讨论嘅现场。好，欢迎大家嚟下呢度了解开户嘅现场群到演讲到内哦，大家都东关心了解议题。杨皮为大家介绍嘅来宾，第一位呢绍介呢系农粮署嘅主秘翁振兴，翁主秘你好。各位乡亲好，欢迎主秘，请坐。第二位来宾呢系中华染金福农务科嘅科总苏启怀苏科长好。各位乡亲，大家安，大家好。欢迎，请坐。第三位来宾，绍介系中州科大观光休闲系的教授陈湘训，陈教授好。主持人好，县长好，各位来宾，各位乡亲，大家午安。欢迎，请坐。第四位来宾，介绍是重推扩台医技系的教授吴正南，吴教授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你个吴教授吼系台北客家人。关心了感议题哦，那个中法染种伪民国伪染种魏县长呢，特地也来到现场跟大家加油打气，而且是非常关心这个产业议题。我们欢迎魏县长。主持人、各位贵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谢谢县长来，欢迎县长。地图了解台湾嘅这个葫芦娃运动茉莉花哈，其实那个海外运动是香片花、茉莉花，了解花坛就系茉莉花嘅故乡。你现在看，佢到底有哪条产业故事呢？二条下香片花天，也抢花拍，看起来动静，但你立马嘅帮妹动手落嘅杂花包，也系艰苦事哦。阮花嘛会哦，阮花会花足酸的哦。搁天气热，我咱真艰苦，无快活啦。2023年，农会和大头转型种乌土香片花，工作都很有挑战嘞。要做无毒其实是真的非常困难，尤其是花朵类要做无毒，真的因为它的病虫害非常的严重。到花坛采体香片花系历史以及自家传统产业，共建最后的时节，全乡有超过200公顷嘅天地系种香片花，系全台湾体积大、体积多嘅。细细时节种花、摘花嘅记忆老感情，你下很多花坛种原因嘅心肝挑毒。其实是对茉莉花的一个感恩的心。小时候记得说家里其实很穷啊，人家说了白手起家也是借由茉莉花，然后给了慢慢家里累积了一些基础，然后才有今天。出台花香还有风转腰，民国70年退，且系一个花坛香就有20人个转腰虫，全国为希望需要个转头，主要都系从两片类嘅。其实我们这边烧砖的窑体，早期有很多种，现在这个是隧道窑。从民国85年，因为整个建筑模式的改变，红砖用的人越来越少，所以这个砖窑厂就是一家一家的就停业了。八卦上下嘅香片花老风转头，睇令环境产业改变，天天咧没落，甚至系消息。不过风睇嘅转腰虫做得高利用工具，見到減少嘅花鐵做得高種起來，落去狀態，創造出滾滾嘅神奇。仲係老咧風睇落古蟲變成咗欣賞夢想館，地陪全係香片花嘅故事，還有送片，用現推方法來推崇農業鄉景嘅新出路。
那地头大概种法染啊，那个花卉大现哦。我们今天露营的场地在这个彰化的花坛，再看到这个很像唇形的这个性感小春旗这个地方，就在彰化的这个花坛乡。过去呢，它就是台湾非常大，也是最主要的茉莉花产地哦。我们看到就是有3寸寸啊、永寸寸、俩打波，挑工呢，最共近最后改西街有来到200甲的茉莉花田。不过因为种种的因素啦、时空环境的改变，到现在可能种植面积已经下滑不到1/5，是剩下20让共田、30共田。所以在这个已经到了谷底，好像逐渐要没落的这个产业，有没有可能触底反弹？但是透过什么方法，这个在地产业对采地来讲会动重要。该东然组的现场，我们安利改魏县长哈，对于我们花坛在地的这个产业，其实也是彰化来讲一个非常记忆或历史情感很深的产业。不知道县长，你对这个产业未来的发展前景你怎么看呢？会有如何努力来推动？花坛，顾名思义哈，花坛是茉莉花的故乡。那我们茉莉花是在我们当地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产业。虽然说现在种植的面积有下降，但是我们农会跟县政府极力来推广茉莉花茶，还有茉莉花的香泡，以及茉莉花的化妆品、洗发精、香皂等等，甚至于我们也在生产这个茉莉花的这个冰棒哈。所以我们彰化县政府一直在辅导，让农会来推广这个茉莉花的一个产业。所以想通过多元化来做。对，我们多元化多角的一个经营那我们发展一些茉莉花的一些价值的一些产品所以农会这边做得很好。我相信茉莉花在我们推广之下一定会蒸蒸日上的。县长，其实你也是我们福老客呢。我们彰化永靖还有很多的乡镇，也是客家人聚集的地方，所以我们结合这种客庄，现在休闲产业很夯，所以这么茉莉花的美食料理或者是客家文化的这个传承，其实好像县长也有一套你自己的蓝图。有，我们彰化县政府对于这个客家文化的保存，我们不余力。我们现在全县215所的学校，已经有3所的学校。所有的学生都会讲客家话，哇，这么了不起！所以我们一直要让这个母语能够讲客家话的人越来越多。那我们彰化可以说在从园林以南的都是客家，但是因为跟闽客结合在一起以后，我们语言都流失了。但是我们的一些生活的习惯、用语，还有我们祭拜的这个神祇其实都是客家的，所以是同宗同源。所以这个其实茉莉花说起来是客庄的休闲产业的所以魏县长挂波景，他挺筹备好的达标，我们就非常感谢我们的魏县长为我们的产业会带来这个一线希望谢谢魏县长。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所以茉莉花也是客庄休闲产业经济转型的一种啦那我们知道每个产地其实它都有一个历史，会有一个故事，往往是在地人很深的感情的依据啦我先请教一下农会我们这边的这个柯主任你好我们刚刚透过资料知道说，其实我们花坛乡一直在山村聚落这边，早期就是种茉莉花的。照你以前了解，那时候的光景是有多好？听说种茉莉花是当时养活一家老小很重要的产业。对，我记得在民国5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的1斤的茉莉花的价格大概可以买5、6斤猪肉。这样对，价值很高。我印象里面，我们隔壁有一个阿伯他种了1分地的茉莉花，他种植了2、3年，他就可以用满1分的田地，可见那时候茉莉花的价值是很高的，不像现在茉莉花的价格直落，导致没有人要种。大概4、5、6年级的学生大家对茉莉花都有一种感情。如今看到茉莉花就慢慢没落下去的话，每个人我想心里都有一种不舍的感情。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如何再重塑，把茉莉花我们提高它的价值，然后再重塑花坛茉莉花故乡的美名。是，谢谢。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台前这边就展示各种不同那个用片发改、用冠改、送品也看到咧系器改。那个美丽发用片发子长大的我请教一下，既然说我们像过去台湾人很爱喝这个香片茶，然后我们花坛乡产的这个茉莉花茶，在现在也大行其道。不知道在我们花坛在地，你们做出来茉莉花茶，让你们骄傲、让你们有自信的是什么特殊之处？我先来请教谢主任，好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把利用茶叶的特性，
茶叶它会吸附，茉莉花它会吐香，然后是2种去做熏制的部分哈。当然很多人买到农会的茶都说，里面怎么都没有看到茉莉花，但是香味又很浓。但是香味为什么那么浓？是不是有加了香精哈？是。我说农会100年老店是不可能去做这种要求性的事情啦哈。谢谢谢主任，我们大概听到门道了哈。我们在花坛乡不种茶不产茶，可是却是有名的茉莉花茶乡。我先请教我们农粮署的翁主秘，主秘你知道，其实香片花茶在台湾的茶市场也有一定的地位。以花坛乡的做法，他们讲究新鲜好花，更讲究茶的原料，这是一个制胜关键吗？在茶饮料的，大家都讲究的就是我不要有农药，是。那我要喝天然的茶，那特别是这一块一定要去强调。那另外一个概念，这个是台湾的，那台湾那2个字很有用，本土产的本土茶，那这一个概念一定要去凸显。那全台湾就剩下这里，很集中的出产茉莉花的地方，那这一块一定要特别去强调。那另外一个概念。每个人都说它是茉莉花茶，是到底是从哪里来？有一个概念，就是我的在地化，我要去用产销履历或是有机去跟它进口的来区隔。那这一块就是我们一直要跟市场的便宜的茶要做这个品牌的区隔。那这一块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地方，那你才能跟这个市面上面的商品做一个区隔。刚刚几位这个种花的前辈有跟我们讲了哈，在过去呢，像现在是30公顷的这个茉莉花田，平均以甲地啦哈，以惯行农法大概现在目前可以生产7000斤哈。那它现在在市场上的这个收购价格，惯行大概是我们抓高标好了，高标的价格大概1斤在130元，所以一整年度收下来，从5月一直采到10月，大概种茉莉花田1年可以赚到90几万。当然你可以再扣掉一些成本，不过你怎么算都比种水稻这个利润高一些。那我们再来看看无毒呢，可以创造怎么样的价差？无毒来讲的话呢，现在它全面积30公顷，大概现在农会的契作只有3公顷，是不是未来会慢慢增加？它是怎么样？它的产量可能没有像惯行的量这么多，不过也因为它质少量精，所以它的这个市场上收购价格可以来到1斤350元。所以呢，这样一整年算下来，即便它是只有3公顷，一年也可以赚超过100多万，扣掉成本，那也还是比惯行的高。所以按用糖下对农民来讲，种这个无毒茉莉花是有好处的，可是难不难？这个问题我要请教非常努力在推动无毒茉莉花农会的总干事顾碧琪顾总干事。总干事，我想请教，你是看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跟价值？你想要努力来做转型，这个推动无毒茉莉花，但是其中有没有困难？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人注重安全、注重健康嘛，哈。我们当初的想法是，如果要让这个产业重新再像以前那么风光的话，安全是我们首要的一个要注重的一个条件呢。所以我们从推广无毒的开始。你怎么去说服这些农民？好说服吗？其实这一条路真的很不好走了。记得第1年在开说明会的时候。参加的农民意愿就，去参加的农民人就不多了，就是那时候大概几个人啊？大概20几个。那还是用拜托的。农会要来做无毒茉莉花，他们第一个直觉反应是，黑的沃科林啊，他们觉得不可能啊，去听也没用啊，所以就是。触鼻隔壁就是左右邻居的阿伯阿姆啊，去拜托他们去听看看我们的一个想法跟我们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其实走到今天已经4年多了，我相信无毒茉莉花这一条路绝对可以走得下去。是，谢谢总干事。总干事跟认为，了解无毒界，了解香片法，应过会走也走会下去。那我想请教，在场有很多都是花坛种了几10年茉莉花的这个花农哈，用无毒来做茉莉花，这么不可思议吗？这么难吗？我先请教这位小姐。我也想做，因为像以往的东西来做的话，对，因为多少要喷一些农药，可是对我们自己身体健康真的不行。因为第一个受害者是我们自己。你们也觉得喷农药不好，可是不喷它就量又产得很少。对，一定多多少少一定要施一些农药，一定要的。你们做起来有觉得哪一些问题？可能量的问题，你说说看。那个茉莉花的产量，你量少的话，你价格高，可是算起来是比你惯行做还是
没有比较划算。谢谢这位大姐。县政府的农务科的苏科长，我请教哈，现在好像最新的消息嘛哈，昨天农粮署那个农委会的主委已经宣布，他们这个巴拉益这种除草的这种毒药哈，可能就要禁用。那像以这种台湾无毒岛的方向在前进，你怎么样从县政府的角度来协助辅导在地的花农，想要真正做转型无毒？你看到的瓶颈，但是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协助他们？我们都知道外面喝的花茶很多都是加香精，然后花坛农会这边所生产的茉莉花茶，它是用在地的茉莉花，无毒的在地茉莉花，然后加上台湾自产的茶叶下去烘焙出来的安全那个茶饮，惯行的农业会使用巴拉益来除草，那刚刚农会有提到我们目前是采用无毒，所以我们就没有使用巴拉益。刚刚在影片里面有看到，其实都是用人工去除草，所以呢，人工在无毒栽培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成本支出。是，好，先谢谢苏科长。那我请教一下在地的其他的花农哈，顾大哥他父亲呢是我们的花坛乡茉莉花的这个顾班长。顾大哥，我想请教，其实现在你从中央政府往下看到的政策，其实农药真的不鼓励使用。那我想知道哈，在茉莉花的现场，这个如果还不是走到很高端，像农会这边在推行无毒，一般的农民种作是怎么样呢？我们做安全农业，就是第一先让我们的花农知道要喷什么药推荐用药要先都讲清楚。讲清楚，因为我们很多花农，第一不识字。第二，我们现在的有一些卖农药的，好像在卖那个菜一样，都随便推荐。推荐到后面我们把关的时候验出来，哇，那我这个药啊，问的都头疼。所以我们每个花农都会分一张，就是你要去买药的时候要给他看这个。我们就是我们做安全农业的话，我们有分7天安全期，就是你只要喷完药7天的才可以做食用。是。那个食用的部分是7天，是因为我们用7天的花去烘干，有送验。SGS 这样通过可以当食用花卉这样子。以你目前在这个收购这个鲜花的这个中盘山的这个位置来讲，还是算花坛乡的大宗。从你开始，有没有想过说，既然确实人也慢慢少，那不如改做无毒，或者是可以争取更高的利润呢？其实我们现在都很缺工啦，做无毒这部分其实人力是一个重点，包括像我们有一些花农就是2个人，他就可以管理7分外地，伊上这个请一个来贴一个板一个花，你家己做好喷药要管理的话，很简单。如果你要做无毒，要7分地要投入几个人，现在都请不到工去采花咯。我们是做安全农业，是让每个花农采到的花，虽然我们是有收购，至少要让他采到的花有办法在我们这边卖得出去。对，我们有做分级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归类好。先谢谢你。那老师，我想请教，我们在做农产品的加工，这是后端。其实，在农业的生产，我们发现农民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催播采收工啦，这个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所以，即使他们有心想要转成这个无毒是不是有点困难？从老师你的研究、你的了解，这个我们的茉莉花的这个后端的产品这种是不是刚刚那个顾大哥讲的安全用药，也就能够符合现在的市场消费了？还是要像农会总干事他们追求，一定是要高端品质才会有市场？你怎么看？现在的这个采花的这个花农或种花的花农基本上年纪都很大。那我们一直希望说是下一代能够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传承那这个传承要传承什么？第一个就是说对茉莉花的认识。如果说我今天开发，好像有一些是我们学校这边来协助来开发的产品，那后来有没有我们的下一代或者是现在年轻人以后愿意来承接这一个，这样子才会有一个产值嘛？那就是要有技术，或者是需要有一些这个人力的部分。所以我现在也带了某一些学生来做这个专题，就是茉莉花茶、茉莉花相关产品的专题。但是很可惜就是没有花坛这边的学生延续下去变得很难。是。这个问题我想请总干事代替农民提出来，年纪大了做不来了，或者是我们接班的人越来越少，所以他那个门槛很高达不到，不知道您怎么回应这个问题？然后还有刚刚教授也提点到，就是说如果这个做不下去，没有下一代来接，就会没落。所以你是觉得你推无毒，努力去做这件事情，可以帮助找下一代的人回来接我们的茉莉花产业吗？其实刚刚说到除草的部分，当然除草工这个工资在我们这个产业里面
可以说是占最大的一个成本。那相对的，我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2个咱讲的沟高就在那个中间会用益草席。对，来抑制那个杂草的一个部分，这个益草席啊，甚至生物制剂的一个部分啊，补额灯啊，农会这个部分都会来补贴给农民，让它可以在成本方面又比一般农法更为低呀。是，谢谢总干事的说明。我请教顾大哥啦，回应这个问题哈，就是你跟一般很多的农民有所接触啦。有没有可能往无毒那个方向跟农会做整合？因为地方上的产业整合是一个关键，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获利啊，我们是比较不了解我们现在做无毒到底要投入多少成本，而且现在产业的需求的茉莉花的量很大，我们没有那些。现在投入如果无毒的时候，全部的量如果缩起来的时候，大家那些量都会跑到买进口茶，因为我们最主要茉莉花的价格不会上去，是因为附近周遭的像越南、中国，他们那边也有产茉莉花，他们的那边去年的价格最高1台斤是折合台币60块。我们这样做起来，根本在台湾做的茶不该拼，没有竞争力。以前我们有在销日本，因为这几年茶山的茶一直涨上去实在是也没办法跟那个大陆那边报价比，所以现在都是在做国内比较多。最主要是大家做无毒是可以，可是最主要我们要获利。你的投入的成本到底是多少？像有一些是夫妻俩种一块田，你让他做无毒，你到底让他投入多少，他可以回馈多少？你们成本要估得出来，不然你没有这个保证，其实很多人都会纳闷，你拢讲做水的，告诉我真正做了，我当年了10多万，做只3年，我钱要当旁调顶做。是，这个是我们的重点。是这个问题，我们这边请柯主任回应一下。我觉得政府到目前为止对茉莉花这种花，它本身它没有规定，它没有推荐用药，所以说到底茉莉花什么药是安全是可以用的，我们一般花农没办法遵循，所以我们很怕说，因为你花农你不小心用什么药你如果用了这种药刚好又是会危害人体，或是说加上你在你的茶叶食材里面，这种药刚好又会感染到你的，会要怎么讲？因为在熏制过程里面你那个药可能会因为它起化学还有也会慢慢的浸染到茶里面，渗透进到茶里面去。那如果常常因为这个样子，因为茶里面我们检验到，这种药在茶里面是不安全的，这样对我们整个茉莉花的产业会造成更大的伤害。问题我请教翁主秘，我们真的茉莉花产业才30公顷，面积小到规模小到没有相关的用药规范，然后甚至连后端的生产履历都没有所本，会这样子的忧虑吗？茉莉花确实是没有推荐用药。那理论上它应该是你不应该喷药的，不应该喷药的啦，因为它根本没有推荐用药。好，那这个好问题，那事实上应该正解啦，讲无毒是大家比较沉重啦，应该叫做友善，那友善耕作，那今年开始106年开始，那针对友善的耕作，那这一块特别我们为了担心说从惯行走到友善，那所谓友善就是跟有机的耕作是大同小异，我也一样不喷农药，也不用化学肥料，我是走有机的，那你就走有机的耕作，那我的商品如果我不验证，那你就不能称为有机。那你要称为有机的农产品，你就要去走验证。那是另外一条路。对，另外一条路。那另外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叫做友善农业。好像比较好达成。对，比较好达成。那 OK， 那这一块友善农业，特别我们为了鼓励农民从惯行走到友善，是。那这一块特别对地，就是1公顷会给3万块的。对地补贴，对地鼓励。对，那鼓励他，那转型过来。那另外一块，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包括有机质肥料、其他的设施、农机具等等，那这一块都会补助。那我们一定要去强调，就是我们要跟人家区隔不同的。那过去我在辅导铜锣的那一个行局，过去嘛那个很便宜呀，现在是1000多块，买要排队，是，那个价值就上来了。那大家强调的就是我没有农药，那这一块是势必要走的路。那我要跟便宜的
不管是越南或是中国大陆的，一定要区隔。那我一定要本土。是。那 OK， 我跟人家不同，就是我没有农药。其实这友善无毒的农业听起来像个口号，其实在地的农民经过很精良的管理，现在大部分内涵上也都做到了啦哈。只是说这样的友善这个精神，可能要得到大家的认同。我们茉莉花，我们的花坛茉莉花可以创造品牌，可是现在要有后续的心血来接啊，而且它慢慢要拓展到休闲观光，所以人很重要。可是这个人为什么没有加入到现场？有很多的原因。可是有没有可能受到现在尾部宽景改改变啊？也会有其他的环境压力，那个是什么？大家想得到吗？如果说在农业的现场会产生缺工，还有什么环境的因素？透过下面的影片来让大家讲。冻降界3級古迹福山岩系花坛结合香片化农产、转绕文化发展整体休闲观光嘅亮点之一。不过，社会业系行一里受访秋系年年嘅满数了，亦系青菜到树下来去扶脚，就眼皮下来嘅满数了太贵，又灰又痛，对菜体生活品质来讲系动态嘅压力。以我比较怕蚊子，我来整只手一定会被叮的都是。然后刚开始我也是。有一次我好像被叮到要去打针，报纸99啊，拢是惊蠓迄叮嘛，伊小伙叮过有诶吼会痒啊囡仔啦，啊是讲你比小姐啦，穿迄穿裙诶来，有诶都赶紧就走车顶啊，因就惊蠓，所以人就较少。是啊哈，这小黑蚊很多哈，根本就抓不完啊。我们看到现在飞的一些都是小黑蚊。对呀，好夸张。种葡提起本来就系台湾最早发现焖熟了嘅蔬菜，是因为生活嘅形态改变，冲会就进类经验虫。太头叫这种东西呢，我哋今年是看到，包含嘅台中市啊，嘛是看到讲东年不了是太头叫好多。焖熟了带来嘅困扰，唔但像菜田研究感受。提供二是为发展嘅农业、休闲产业也系受灾对象。从香片化为强引责、强模拟，规划观光发展为盘亲子服务体验。观光下有本满足了熬到奖，冲击发展动态。热天小黑蚊吼，伊就是有一个上下班的时间，9点上班，啊，差不多6点，热天6点下班。啊，伊这2-3年，我感觉讲吼。感觉蠓啊，这个蠓啊，小黑蚊有感觉愈高的会常常发生。近这10年来的话，就包含了我们中部的所有的沿山线的，就是沿我们的中央山脉山边的这一些乡镇，也就是我们客家人喜欢居住的这些乡镇里面，小黑蚊的数量就越来越多。那为什么这边会越来越多？其实也跟我们的一些个休闲生活旅游习惯的改变有很大的关系。花坛香片化产业更健好，门路你还会在意，重点就系为乌土。让我们这一辈好像就比较，已经算是开始没落了。然后到这几年看到，就是总干事开始用无毒的方式去栽种茉莉花是，如果假设用农产品的角度看它的话，我觉得农产品会需要价值。友善广州对环境生态好，也因为生态好，满足了上头行客业。提供休闲农业热发达，观光客热多，满足了该委会就热严重，你为用个实证好呢？种发嘅时节辛苦，为摘发嘅时节又辛苦，因为你挑动来，你还有看到他挑下个满熟了啊！你客家话讲个小黑蚊满熟了，也系讲大挑桥啊，线上搞笑，俺会抢门啊吼！跳下两篇公道，我们的在地茉莉花产业就是要推无毒友善耕作来创造它的品牌。可是怎么会那么的矛盾刚好？就是因为没有喷农药，生态变好了，环境变好了。小黑蚊在中部，尤其是在我们彰化花坛地区，是不是有像媒体报道那样是暴增，就越来越影响干扰到在地人，更是农民的生活呢？信上。原本发生地的话，只局限在台中县，当时的台中县的就是我们大肚山这个地方。是。那么我们近几年来的调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它就有全台越来越多的乡镇县市都有小黑蚊的扩散的一个迹象。是，尤其是在山边，像我们的花坛，虽然是在彰化的东北，靠八卦山这个地方，这个蚊虫肆虐更加严重。老师。花坛这个地方真的还蛮特殊的，基本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花坛这个地方刚好位于我们八卦山的
西南侧这个地方，在西南侧的这边，沿着八卦山，也就是我们提到三角路哈，沿着三角路跟八卦山之间那个地方，刚好形成了小黑蚊的一个绝佳的生存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阴湿的一个场合，然后在这个地方风也不大，是，所以的话，再加上我们来看到，我们近几年来就是说，包含了我们可以看到花坛这边强力在推这些无毒农业啦，然后包含了大村啊，这些也都相同的一些道理。我们也可以见到，对于这种的既有的一些昆虫的压抑的这一些越来越少，这种的压力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到，当然。受欢迎的昆虫回来了，这些不受欢迎的昆虫也慢慢回来了。谢谢老师。所以我们发现这种小黑蚊，台湾夹萌啊，它在中部大发生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冲击呢？哈，把采收工盯跑了，也把观光客盯跑了吗？我们看到其实小黑蚊冲击观光产业的案例是不胜枚举，尤其在台湾西半部地区，从你假扎哈嘎种，从庆祝偷染啊，都推种全部有2个清空，汉卡呢有款都该黑。它最主要的冲击在于叮咬了很痒之外呢，其实它更难以想象的链接是对产业的伤害。虽然来无影去无踪，可是显然是存在很大的阴影。我们看到其实一流落嘅发展哈，多年下差不多有19个县市、39个乡镇，像刚刚吴教授所介绍的，都已经区域都已经扩散了。它最主要小黑蚊暴增，冲击中部的休区，还有农业缺工、体验游程这些，全部都是在户外。我把现场开放，请教我们在地的农民有没有饱受小黑蚊的干扰，让你的产业或让你的农业受到影响的？我们先请这位先生。我自己亲身的经历的话，刚停下来就大概有30-40只的，粘在你的手臂上吗？对。天哪，那就像刚刚画面看到，好，谢谢这位先生，你请坐。对，又种那个发改农民，你掉到发染毒又多到那种小黑蚊大军吗？我们请教那位穿条纹的大哥。你好，我住伫个中村啊，我山骹的啦吼。山骹吼。嘿，阮迄边个小黑蚊实在有影足高的啊。连阮孙啊，都唔敢出到外口，哇！这说一年到，这咱唔知有啥物政府机关还是啥物会有法度安防治哦，伊来减少伊安尼。是，所以这个困扰在地方上来讲也是蛮大的啦哈。先谢谢这位大哥，这个阿伯，你嘛是深受其扰的款哦吼，你来讲一个。讲起来，这个小黑蚊吼，对观光产业的影响足大。是啊，讲从今日吼。大家要庆祝母亲节，去到阮山顶吼，会使讲囡仔我拢牵叫入去内底，无到外口一只时啊等下卡就顶个，含我就挂酒笼，看安尼有严重无？我们看到，其实小黑蚊冲击休闲观光产业，从它的区域跟平均密度来讲，我们看到小黑蚊最密集、会最大发生的地方，就是在风景的游憩区。其他生态越好的地方，诚如吴教授所说，生态越好，它就越反映这个蚊子会越侵入人的生活。它产生什么重要的后果呢？你看看这些画面都很直接、很冲击。一咬，刚刚相信有农民朋友讲，手啊、脚一伸出去就30-40只黏着哈。吴教授，我请问。农民抱怨这个小黑蚊真调皮、真讨厌，还会上下班，所以它其实有没有活动的区域或上班的时间，我们农民或观光客可以来做基本的预防的呢？很多人都说小黑蚊它最喜欢叮新鲜人，什么叫新鲜人？新嫁进来的新妇。然后新来的游客，根本就针对外地客而来，是就特别会喜欢叮这些，其实不是啦。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所有人都会被小黑蚊叮，可是如果是一个新到一个小黑蚊，有小黑蚊的这个地方被小黑蚊叮到的一个个体来说，他们诱发的过敏反应会特别的强烈。然后反而就是说我们在这边居住久了的这一些人来说，你被小黑蚊叮的过敏反应就没有这么强烈，所以的话就会造成大部分的民众就想说，哇，我来到这个地方，哇，变成说满脚都是红豆冰啊，这样子这么养回去，当然就不愿意再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对观光产业非常大的一个冲击。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是一个那个小黑蚊它的一个就是说繁殖的一个循环哈，就小黑蚊它是一个就是说有卵、有幼虫、有蛹、有成虫的一个阶段，对，会一直变态下去。是，这样子它这样子跑一圈，从卵到成虫大概是1个月的时间。可是我们可以见到就是说，通常我们在喷药的时候，我们把成虫杀死了。可是，在环境里面的这些蛹
幼虫、卵还是到处都是。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常在说喷药没有效？因为喷药就是把这成虫杀死，那过不了2、3天，其他又开始。讲到喷药问题，我先请教公所的农业科科长，这个业务是他们主责。请问公所的喷药方式是怎么样？原则上1年，因为它那些用药如果太时常喷的话，对小黑蚊会有抗药性存在，所以原则上的话，在好发期的6月到8月，公所会去做一次施洒的动作。就像刚刚教授所讲的，因为我们杀死的可能是成虫，最主要的原因的话，可能还是要从它的滋生源的环境开始做整理，开始可能会对他们来说减少它产生的一个根源，会来的比喷药来的有效。那我们有做吗？现在我们也是积极的，还是要找那个社区的大家一起来做环境清洁的这个部分。是，谢谢。所以吴老师，我再一样回来请教你，农民就反映说，小黑蚊今天喷了药，今天不来，明天不来，后天它又附身再来了，所以它周而复始的产生困扰。我想请问，在学界的研究，目前对于小黑蚊有没有彻底防治之方？好，说实在话，要把小黑蚊这样子一个台湾原生种昆虫从我们自然界里面移除，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办得到的。我们现在能够做的就是刚刚提到的，从它的一个滋生源着手。滋生源就是它的幼虫喜欢就是吃一些包含叫做青底、青苔这样的一个食物。那么我们就透过这样子把我们环境里面的这些青苔想办法把它移除掉。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这个能做的有限。因为我们的整个大地的环境这么大，到处可能都是青苔的一个滋生源，所以的话，其实我们最强调的是从自我保护这边开始做起。什么叫做自我保护？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用的防蚊液。有一些防蚊液对防小黑蚊很有效，然后小黑蚊它很特殊的是，它只要不吸到人的血液，它就不会繁殖后代。它不像我们的蚊子，它会去吸其他动物，比如说猪啊、牛啊、狗啊。所以的话，你蚊子你不给它叮到，它也是有办法繁殖后代。可是小黑蚊不吸人血就不会繁殖后代。所以人先不要提供给它血，它就没有办法绵延。对，这就会变成是一个最好的方法。所以的话，我们就会鼓励民众们就是先做好自我保护，甚至就是说在我们的观光休闲产业的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说可能就是必须要把一些防蚊液变成一个基础的一个投资的部分，就是说透过民众来这里呢，我们先告知他这边可能会有小黑蚊滋生的问题，让他自己先做好自我保护。做好自我保护的同时，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切断小黑蚊的血源。对，透过这样子一个连接的话，我们可能就是可以让小黑蚊的数量慢慢降下来。是，对。怎么样从蓝海杀出一条红海，然后找到自己的竞争力？我们来做整体的盘点，再来开放现场听听大家意见哈。我们的花坛茉莉花有优势，当然它是我们全国第一，然后呢，它有它的产业观光的历史，然后呢也有农业发展的缩影，当然还有刚刚我们提到的食安，还有香氛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小小的地方，它的这个规模虽然有一定的基础，它也存在着一定的挑战压力。看到的是在地方上是不是有个别竞争，缺乏整合？不管你是要做惯行，或者是无毒，或者是诚如我们主秘所讲的，从中间去抢到的这个友善的耕作，来取得一个双赢哈。再来讲到它的规模小，创新不易，创新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重点。怎么样在这种劳力密集、生产成本高的这样的一个小规模的产业，我们透过产品的多元化，还有产品的附加价值被拉高，甚至扩展到地方的休闲观光，是整体的一起来做，这样我们的1级农业就可以发展6级服务业的这样的一个产值。所以现条话不该养偏，你过来讨论，基本上就两个所在。我们今天看到的一切，茉莉花坛这样子一个品牌是怎么样可以带出农民的一条性感发展之路？到3冲4冲之后，那个花香味跟那个茶叶味道就会均匀的混合在一起。要到第3冲、第4冲，茶叶的味道会比较明显的跑出来。有淡淡的茉莉香，然后茶汤喝起来蛮清甜的。希望世界茶水有群唔多嘅清新花香味，也就係香片嘅魅力。花坛乡冇生产茶，啥认为茶变得当有名，也就係因为采提所生产嘅香片花，就係做花茶嘅最重要基础。一层茶一层花那个堆叠在一起，让它吸饱了那个香气。经过了1个晚上的静置，我们在花跟茶再把它做挑开的动作，然后再把茶叶放到那个我们的制茶机里面去烘制成我们要的色泽跟饱和度。花坛农会推广乌土香片花嘅品牌，本身有价值，从种制作到培养，高厂係當有嘅。農會差唔多都係從同仁大家共合作嘅。產品出來咧，還會設計包裝，然後質感來考慮，做出差異化。
不要想在这个香片这一片红海，大家去杀来杀去，我们就把整个生产面改变成为3级的产业加工，好到现在的4级产业，也就是我们的观光产业。花唔系主食，三切十每色，因为应用嘅面动法，专家向发展嘅后上挑，用香片花来做调剂，让你自家嘅梦想也本为体验下，加嚟认识花坛嘅滚土。因为我当好吃蛋糕，所以我想要做本不行饮食料法系花坛的土产。我希望让这个味道可以让更多花坛以外的地方认识花坛这个地方。合种休闲经济风潮东西行，一向以提升其对的气势。花茶农产品需要国民共下冲出市场。我们把茉莉花先炒一炒，然后放在麻糬电管，我们吃起来别有一番的风味老人的创意来结合，可以让扮演老人的客家面线呢，做得大本全新的境界啦我希望通过面线料理，本汉人当然来接触因客家文化。品牌嘅建立，法同嘅安排，包每道产体结合酒料，自己生产到6级父母都达得好好达标，本香片花嘅故乡，花坛继续飘香。好，你看到了解花坛嘅茉莉花、香片花，像跳过风钢筋水好，天天咧下降到水唔好，你下呢2-3年有愧是天天的起堆。我们今天录影的场地粉粉的很多元色彩我们也看到现在的这个茉莉花不会是单纯的一个香片的花茶包装而已，它还要透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去诠释很多的故事，或者用很丰富的内涵来包装它，让大家对它产生吸引力。今天这一些设计的这些，不管是形象或者是它的故事的这个创造，我们来请教设计达人，怎么样把农产品转型包装？我们先请教蒲老师，你那时候针对你手上的那个茉莉花茶的相关产品，你那时候想到的是什么？那你现在主要把它设计的那个核心理念又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跟农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共识，就是我们不能再跟其他的竞争者有一样的路线。像这个花鸟风月的系列，不只得了 OTAP， 我们还得了就是IF 的这个设计奖，还也得到了像中国的成功设计奖的肯定。对。那蒲老师认为，产品包装对我们的提高茶产业或茉莉花产业的价值是有正面帮助的吗？我相信是有正面的帮助，因为其实茶它是一个高经济产值的一个产品。那我想在买茶的动机并不只是民生的需求嘛，它一定有些送礼啦，或者是我想要品茗、提升生活风雅趣味的需求。所以我想连同这样的一个包装设计，可以帮我们的无毒茉莉花更诠释得更好。是，先谢谢蒲老师的介绍。那总干事我要请教，我们录影现场看到这个是过去有70年历史的在地花坛的老谷仓，摇身一变，透过蒲老师的设计跟这个品牌的塑造，现在变成是我们的茉莉花坛的梦想馆，也成立了3-4年有了总干事我想请教，这个梦想馆它的这个整个营运的状况，目前的表现如何？其实我们当初在走这一个产业的时候，就有设定，如果3年可以达到一个损益平衡的话，我相信这一条路一定走得下去。那我们现在平均每年以一个20%的一个成长率在成长。你是说营业的这个业绩吗？业绩。那大概都是什么卖的最好呢？其实我们最大主力都在花茶的部分。我们的茉莉花茶，绝对闻到的是纯粹的茉莉花香，不带其他的花香。是，所以这个总干事对自己的在地品牌是相当有信心，而且你认为这个行情会继续看俏。对，谢谢总干事。那苏科长，我请教。现在不是大家都在谈前瞻吗？前瞻的5大计划里面也有地方发展的这个计划，那时候可能就是由地方各自提出，包括形象商圈的塑造啊、在地产业的发扬啊等等等，有地方有一个比较具体的这个提案内容，然后中央会来补助经费。刚刚我们的魏县长也在强调，我们花坛的茉莉花香是他心目当中非常重要、值得推展的这个产业。不知道从我们农业处来讲，会不会有一个具体的提案，或者是你们要怎么样来规划？来争取一些专案的经费补助，或者是比较长远性的来规划我们在地产业，把它做大。茉莉花它是有它的前瞻性在全国里面花坛占了90%的一个那个生产量。全台湾就是它最大嘛。它最大所以等于说其实目前其实就花坛这边而言，它已经发展成6级产业，从1级的加工、1级的生产、2级的加工，到3级的休闲观光旅游其实目前都已经结合起来了。其实
我们农会这边目前在走的类似观光工厂这个路线，去消费者来到这边去看到我们农会实际在等于说加工的一个过程。原来我们是用台湾的茉莉花、台湾的茶在做烘焙，去让消费者有感。那我再请教一下地方的乡亲朋友，对我们未来这个过去是传统产业，放眼在未来，希望是未来的明星产业，大家还有什么期许呢？我们先请教陈理事长。无毒事实上，安全无毒事实上是目前整个这个社会的一个追求的一个态度哈。也可以追得到比较大的利润哈，某种程度来说。对，但是虽然是比较大的利润，但是我相信物以稀为贵。那物以稀为贵，不见得是产地小才叫稀啦哈，而是怎么我们把这个饼扩大，就是在产跟销方面，尤其是在销售方面那这一方面我们可能是需要我们县府公所，还有我们农会这一边跟我们的业者方面大家彼此做一个统筹，那由我们的政府机关再帮忙我们来辅导，把整个这个产销方面的这个基础能够把它扩大出来。你觉得资源一定要整合，很难，也应该避免单打独斗。是，对，因为在单打独斗里面有时候会形成一个低价的一个销售竞争那事实上这对产业来讲是一个非常可惜地方共识的整合绝对是有正面助于我们产品的扩展我们也看到年轻朋友也要来分享，或者是对我们家乡的产业，你们也是未来加入的新血呢。我今年年初回来花坛，那我想我的产品可以跟我们的在地做结合，是，那同时也能够鼓励其他的花坛，就可能在外地的花坛青年子弟能够一起回来，是。那我现在经营的蛋包饭的话，我就是融入在地特色茉莉花，形成一个公主蛋包饭，茉莉花公主蛋包饭。是。我们花坛能够借由茉莉花，能够生产一些所谓的伴手礼。是。除了茶之外，其实比较符合年轻的茶，那我们可以是配饼干。对，那可不可以说，就是再去做这些的整合，增加我们在花坛的一个知名度，这样提升。非常谢谢年轻人的发言哈。我们看到慢慢的花坛的年轻人第二代回乡了哈，做烘焙加茉莉花，或者做餐点加茉莉花，将来慢慢是不是扩展到茉莉花民宿、茉莉花的餐馆、茉莉花的游程，这都是很棒的构想。讨论到了哈，你发现其实菜地嘅乡亲，记得动年轻，也要对自家故乡嘅产业都有信心哦。最后我要请教翁主秘来为我们的这整个农业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啦哈。我们讲到台湾真是农业的宝岛，国姓也有自产的咖啡，然后苗栗铜锣有他们的行菊，竹山也有他们的茶。那我们彰化花坛，除了说在彰化的葡萄之外，我们在这里的茉莉花也很重要。您在最后看到我们现在茉莉花坛所展现的一种企图跟生命力还有活力，就是要做出自家的品牌。最后你有没有什么最后的这个补充建议要来给大家的？好，那下个月就6月了。那6月就是茉莉花香，一定要让大家全国的消费者那一定要让他知道茉莉花的故乡就是花坛。就是花坛。好，那这个一定要让大家晓得，我们台湾还有一个地方自己自产的茉莉花，那是一级棒的。那这一块一定要去强调。好，非常感谢主秘。了下係5月份4月份了，安尼客家嘅幼童化結束了後呢，天然嘅季節就係安尼嘅美麗化、香片化嘅季節咯。聽下主秘又講到6月份下個月呢，了個美麗化會提出嘅時節，鄉親朋友唔好唔記得，安尼台灣水台又係講唯一生產了個香片化嘅產地，就係安尼嘅花壇鄉。呢種嘅討論係到花壇鄉了個清香味蕾開講嘅哦。也感謝大家收看，安尼下個禮拜再會了，再會。